我所敬听牧长出来谢这大家平安。在先感谢上帝大恩典，伫圣的主日，我都伫做伙伫圣殿内面敬拜上帝。过来要代表台南城县向大家说谢，感谢双连教会久长以来为着神学教育的付出、关心、代祷甲奉献。相信双连教会嘛，甲台南城县合作成立双连宣教7日研究中心，通过这个中心，互侪教会，特别是牧长甲长职，伫阮所举办的逐个月活动的中间，得到真好的造就。因的奉献、因的支持，真侪教会祝福，所以嘛，趁这个机会向大家说谢。第三，要徛伫总会启选委员会主委的角色，来向双连教会感谢。由双连教会提供真好的所在，伫7楼，互台北市的客家基督徒，伫逐礼拜拜六早起，通伫7楼迄个所在组织分享。通过安尼，吸引伫台北市的部分的客人来到这个所在来领受福音，真侪基督徒。这是阮整个台湾客家宣教、多市宣教的一环，所以嘛，趁这个机会向大家来感谢。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种族、语言、文化的社会。台湾基督教会嘛，感觉非常的骄傲。逐主日用18种的语言来敬拜上帝。双连教会一间教会4、5种的语言，伫主日安尼来敬拜上帝。一方面，阮感谢阮的前辈，会今仔日继续努力的这人，对母语还是其他语言迄款的尊重甲坚持。另外一方面，阮也感谢的时阵，我嘛感受到真强烈。伫过去1、2世纪的中间，全世界超过3000种的语言已经消失。台湾伫过去400年的中间，真侪北部族的语言嘛已经消失伫台湾这块土地。所以一方面，阮感觉骄傲，爱继续努力，嘛要为着现今台湾嘛有一寡族群的语言，譬如讲伫日月潭的扫帚，可能毋免过10年，这个语言会无去。伫阿里山的祖族面临非常大的威胁，免到7世纪的中间嘛要无去。侪原住民的语言嘛面临威胁，连客语、客话，逐年超过5%的速度伫遐消失的中间。所以，嘛通过教会久长以来这款的坚持，来互母语即款代表逐族群文化遐尔重要的物件，通延续。通过安尼，继续伫台湾这块土地，有继续较侪的语言来敬拜上帝。台湾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要安怎欣赏无共款，欣赏即款的多元甲丰富，这是阮逐日不是爱面临的一个真水的功课。所以早起都要用总会这2年来的总主题其中的一部分，叫做多元共赢，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创造本来就是多元的，所以保罗伫加拉太书3章26节到28节的中间，伊徛伫神学，佮用神学的这款笔画一幅真水的神学的一幅图。这幅图我都超越种族、阶级、性别，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叫做一个平等、和谐、彼此接纳、相听、合一，非常水的一幅图。这幅图中间第一个，我就超越种族。台湾相对来讲，比亚个世界侪国家对无共款的人种有相当大的尊重。但当保罗写
加入太师的时阵，伊所面对的，毋是今仔日的状况，伊所面对是家己的同胞犹太人。犹太人认为，因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救恩会领受的这个特殊的民族。本来这是好代，但是因为亡国受了分散了后，加上一连串对波斯、希腊帝国、罗马帝国遐外来长期殖民统治，所以遐犹太人中间的领导者，伊都要敲吹有啥物物件，我著互即个民族伫遐尔大的压迫下面，我著继续存在，迄个基础伫对。伊找到两项非常重要的物件，第一项就是身份的认同，第二当然就是对耶和华上帝不变的信仰。讲到身份认同，迄个强化，甲伊叫做选民意识即款的物件。什么叫做选民意识？就是伊是上帝特别拣选出来。当然，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中间，人民较讲到上帝对伊所呼召亚伯拉罕的应允，伊要食做一大国家。但是第3节嘛，人民较讲，爱伊甲伊后代食做万民的祝福。但是真可惜哦，伫遮遐尔侪外来统治者压迫下面，伊要甲遮压迫者分别，所以要强化即款选民意识，所以用侪的方法，譬如讲礼仪律吼，礼拜甲人无共，饮食律、食物甲人别人无共，民族的节期，特别是安休日，愈来愈强化即款意识。慢慢通过即款的强化，我就维持犹太人的即款的传统。保罗非常了解犹太人即款的背景，伊嘛伫即款背景内面成长的一个神学家，受到非常好的犹太教传统的即款的训练。伊嘛因为即款的理解，所以认为初代基督徒无真好遵守遮的要求。所以嘛，因为安尼压迫基督徒，但是伫保罗无受到的中间，伫大马色城外拄着古我的基督，上时佫较重要，伊发现，伊所拄着的即个古我的基督，就是犹太人久长以来所期待的弥赛亚，伊要互犹太民族带来一个新的愿望，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上时，伊嘛看出讲。耶稣基督要互外邦人甲犹太人白得到上帝的救恩。保罗为了这款的信仰，互犹太人过，互犹太人对杀，所以保罗嘛为了这个福音来付出伊的性命。保罗虽然死，但是留落会配信，继续向俺讲话，要安怎超越种族？伫今仔日，犹原是真大的功课。有的时阵是有意的，有的时阵是无意中造成一种的对别人的压迫。伫台南城伊有一个国际学生班，学生来自非洲、南亚，譬如讲印度、马来西亚遮国家，甲太平洋的遐小国家。遮学生来到台湾了后，有一日。学生伫礼拜中间伫遐演讲，这个中间有魔鬼，嘛有天使。学生无啥物意识到，用白色来演天使，像是用黑色来演魔鬼。演讲了后，遐乌拉学生非常严重了抗议。我真感谢这款的抗议，因为因的抗议，互学生觉醒着讲。原来阮的中间有无共款的迄个皮肤的色调啦，绝对袂使甲魔鬼等同吼。所以有抗议了后，阮的学生有得到真好的即款的学习。我想着讲，伫1960年代，伫美国的黑人，嘛提出一个真重要文化运动，伊强调一项代志讲 ：Black is beautiful,
乌就是水。上帝创造人无共款的迄款的讲肤色，就是要互规个世界搁较水。有即款的理解是非常水的物件，因为咱人拢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伫顶世纪，南非也个种族隔离、种族隔离。伫美国的60年代，也搁是对黑人有侪侪歧视。所以，迄个时阵有侪侪人为着即项无公平、即款的社会制度提出讲要求民权的即款的抗议。所以，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领导者，就是马丁·路德·金这个牧师。伊伫即款的运动的中间，伫拍拼，嘛受到侪侪压力。但伊伫1963年的8月日28日，伊组织超过25万人。去到 DC 华盛顿特区伫遐示威。马丁·路德·金这个牧师伫林肯纪念馆的头前也发表一个影响非常久长、非常出名一个演讲。迄演讲叫做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这演讲中间有一句话安尼讲：我有一个梦，我期待我4个小囝。有一日生活伫一个国度的内面，伫迄个所在，人毋是用因的个皮肤的色地，是用因的品格来甲伊评价。这是我的梦。我嘛有一个梦，有一日，所有遐清国，我著升悬，迄个山林甲高峰，我著写较低，崎岖的所在变做平原，弯弯的所在变做直。上帝阳光，我著伫遐显现，全人类都要夜目来看这的事情。这是伊的期待，真不幸后来，伊伫4月初4，互人枪杀。但伊的死无因为安尼结束，伊的死真做全美国，亲像John Kennedy所讲的，这是美国人道德伦理上的危机的时刻，互伊真深沉去反省过去对因的压迫的错误，后来愈通过立法。互黑人愈来愈平等。不是甲学生讲一句话这2年来，我讲一句话讲，假使无马丁·路德·金，都无今仔日的奥巴马。这款的追求种族中间的平等，是需要侪侪人更较开阔的理解了后，才有可能实现。台湾南社的社长陈贵海医生。伊是医生，是社会运动家，嘛是诗人。伊本身是客人，伊写一首诗，安尼讲：北部河洛客家台湾人。伊是用客话写，不过我即摆用河洛话来甲伊读。讲有人问我是啥物人，我随时回答讲我是客人。我对细汉对客庄大汉，我老母对德产迄个所在嫁过来。等我30几岁，阿伯甲我讲阿公是河洛人搬过来，我当着感觉非常的害羞。50岁出头，那查出讲我的阿嬷是北部族，佮一粒炸开血缘即款的地理人问我讲是啥物人，我犹原讲我是客人，不过小可歹势。有一日，我眠梦看到3个祖先占着我规个身躯3个部分，伊伫遐牵手、唱歌、跳舞、啉酒，佮甲我讲：“狗囡仔，你是北部河洛客家台湾人。400年来历史亲像一条绳啊，围着我的身躯，北部河洛客家。”结结杀了，伊通过血缘也好，通过这款的反省也好，伊要敲出，事实上可能在座嘛真侪人，你无单纯是河洛，嘛无单纯是客家，嘛无单纯是讲北部，在座侪侪人，实际上80%或者80几个人，拢有北部做的血缘。
但是重点毋是伫遮，重点我要伫主的内面，食做一家人。我伫认同的内面，我的母亲就是台湾。我今日要任的圣诗443首嘛，指出一个非常水的普世共同的理想。我就食做一日，四海食做一家，食做一家。伫9月日大地震的时阵，台南市医随时停止退休会，延后2礼拜开学，全校的师生投入伫救灾的工作。了后继续4年伫灾区了，做讲灾后重建的遐工作。伫迄个时阵，阮亲目看到第一批来到台湾的外国人是日本人，这是阮的厝边。所以今仔日拄着遐尔大灾难的时阵，即款的四海一家，即款的理想，即款的彼此的迄款的关怀甲疼，我相信伫早起可能继续几个月中间，延续即款的关怀，通过大岛行动奉献来支持因。望因早一日，我就对即款的苦谈、惊吓、不安的中间来伫着头目。2000年的时阵，9月日的过年，我犹原看到一群的日本人来到台湾，嘛去到灾区，所以关怀毋是一时的尔，关怀是久长的。所以迄个时阵，台南城伊嘛真欢喜讲一句话：，随上丢落到是第一个去到灾区的，讲我是第一个去到灾区的，上是我嘛最后一个离开灾区的。所以丢落教会伫灾区，但啊台南城伊哦，继续伫迄个所在服侍4年久，我前后伫迄个所在，甲因做伙奋斗，嘛看出讲，通过即款的努力了后，我就真正去做一个对于苦难，像是去做一个彼此相贴，一个真平安，像是充满祝福的一款社群。第二，保罗的时代，规罗马帝国50%是奴隶，98%到99%的财富集中伫1%到2%的人的手中。迄真是一个非常贫富绝对无平均的一个社会。伫即款经济社会背景下面，保罗竟然提出讲，奴隶甲自由的人要伫基督的内面食做一体，这是历史的真大突破。对保罗来讲，这是无抬头的危险，非常激进这款的观点。嘛，因为有这款的对圣经内面的这款的基础，所以诚侪人后来反对奴隶制度一个真重要的神学的基础。嘛，因为安尼，即句话嘛诚侪，特别美洲透棒神学，以韩国的民众神学，甲台湾出头天神学，真正的神学的基础的所在。这神学有一个特色，就是要选。互人剥削，互人压制，双向的边缘化特定人的这边来徛的神学。用北京话来讲，做选边站的程序，毋是徛伫好野迄边，是徛伫双向的这边；毋是徛伫统治者这边，是要徛伫受统治的这边；毋是要徛伫压迫人的迄边，要徛伫受压迫的这边，这款的神学。特别美洲有一个主教，罗梅奥，伊讲一句话，伊讲：当我摕面包互宋乡人的时阵，伊拢讲我是好人；但是当我问讲为什么宋乡人无面包通食的时阵，因讲我是共产党。原来质疑讲。宋乡人为什么无面包通食？是质疑这个经济结构是一个无公义的，莫怪
伊互人讲是共产党啊。后来伊真正即个主教，互人杀死。所以今仔日看到保罗伫将近2000年前就提出遐尔悬的迄款的理想，嘛，照着今仔日台湾社会愈来贫富愈来愈无平均的时阵，通照着阮继续努力来破坏即款的压迫，扭曲人的人生无公义的经济结构，破坏遮的错误，通建立一个公义、仁爱。人的尊严受到尊重的一个好的社会。第三，保罗伫一个富权社会内面嘛，提出讲，无论达波个、查某个，拢伫基督内面食做一体。富权社会有一项特色，女性当然受到压迫，男性嘛受到压迫。温柔的男性，互人讲做是啥物？娘娘腔，甲伊信达波的吼，无真坚强，都毋是达波的。我嘛不是将即句话当作是理所当然。男儿有泪，安怎不轻弹？达波的袂使流目屎，所以有人开玩笑讲吼，都是因为达波的袂晓流目屎，所以拢很短命。到某一种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来分析，有伊的道理。流目屎毋是歹代，流目屎一个感情的流露是好代，但是伫即款的富权结构下面，即款的表现是看作是错误的，因为看一种那个刻板印象，就爱安尼，那是大部分人的款。首先，真杰出的妇女会互人称作是啥物？讲男人婆吼，该是毋是安尼款？讲女强人吼，佮葫芦话佮较歹听，讲欠卡查某。所以说，女性杰出，都是伊画出上帝创造伊的时阵的形象。男女拢爱画出上帝受创造的时阵，迄个形象哪对？迄个形象我都画出来。都真侪家己甲别人种吼可惜吼，即款的刻板印象，即款的富权的结构，真侪男女相变的压迫。感谢主，顶世纪伫60年代吼，有侪人为着台湾即款无公平的即款的男女的结构了拍拼。比较讲今仔日，到2000年的时阵吼，台湾的女权吼是全亚洲第一名的国家，不过真不幸吼，2008年吼就落一名。所以即马台湾的女权是全世界排名第18名。比较的来讲，是一个相当尊重女权的一个国家甲教会，特别对咱教会61年前就有第一个妇女来服务。就是李邦詹牧师，嘛因为安尼，即马新学年的女学生研究所女学生是愈来愈多。3年前，台湾台南城医130几年来第一个女的医长开始，这一切拢是台湾基督教会真杰出的一种的表现。不过，离一个完全平等的迄款呢，还阁无够。嘛感谢主。台湾基督教会所有委员会内面要求，要有1/3的妇女代表，这个委员会那是健全的，那是我都接受的。所以基督教会是徛伫规社会的头前，是整教会头前，这是大家来家己感觉讲荣光的所在。不过，阮犹原有真侪通努力，要安怎互男女？拢有这资格了后，彼此互补、互相尊重、互相欣赏，我都侪通分享，食做真好的同伴，共同来起造一个性别公义的教会甲社会。伫 Vancouver、伫 Victoria 这个市的北边，
有一个足水花园叫做 Butcher's Garden。这个花园建立伫顶世纪的册1904年就开始了。原来这个花园原底是这个家族为了要做红毛头所吹掉的，个酒花酒石灰石的迄个矿区所以为了要学遐酒花酒所以学甲非常的歹看。但这个家族的内面有人对种花非常有这款的热情甲疼，所以从迄款已经非常歹看，会使讲一片废墟这款的物件一日一日一花一草，通过跳甲充满创造力的迄款的创意和迄个所在，一个花园，今仔日已经真侪全世界一流的非常水的花园甲观光的所在。废墟是因为偏见，因为歧视，因为人的优越感，和人的关系，真做废墟。但通过听，通过尊重，通过彼此的欣赏，彼此我的分享，彼此接纳，加上创意，安尼就我就真正和这块讲腐朽、化腐朽为神奇，真做一个非常水、充满上帝的祝福。这款的花，多元共赢是一个理想。爱阮拍开阮心灵的目睭，来看到上帝创造本来意思，就是要活出伊所创造的一切的水，多彩多姿的世界。通过这款的理解，通起造一个非常水、公义、平安、真爱，甲充满欢喜的社会甲世界。同心来祈祷。天的主，你的创造是遐尔奇妙，伊互世界的人种有遐尔侪无共款。主啊，感谢你，因为无共款，虽然有法度多的分享，因为无共款，咱学习彼此来尊重，因为无共款，咱更较开阔心来欣赏。主啊，这一切拢是你创造的本意。受造叫做人，叫做女，你嘛活出这款的你创造阮的时阵，迄款的形象。阮知影阮家己的欠缺，有时互这款的偏见来压制。主啊，求你将迄款的多元、共融的水放入阮大人的心内，这是阮共同努力的目标。谦卑伫你面前，显出阮的恳求，奉主耶稣基督。